因为咱的主知影咱就是无平安，所以伊要赏赐咱平安。主耶稣就知影咱的困难有限、欠缺、无够额，所以伊甲咱讲，一个真好的方法，就是你当用祈祷，将你所有艰难、所有你做袂到的事、所有你挂虑的事，拢带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有时你无平安，毋免惊；有时你感觉无够额，嘛毋免烦恼，因为咱有一位天父，加做咱的歌课，咱会使甲吟这诗歌。我愿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追求你，我要跟你同步勇敢，你要我追求你，为今摆我祈祷，我求着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的手袂袂做，为今摆我祈祷，我山要山开，道路要无边，我烈火归向你。主，我是乱中无助，你是我的路，你亲切的手引带我就对你的笑。为今摆我祈祷，我求着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的手袂袂做。为今摆我祈祷，我山要山开，道路要无边，我烈火归向你。我安尼讲，恁求救我，我祈祷，我就要应允你。也好我安尼讲，恁呼吁我，我祈祷，我就要回应你。这句话需要咱每一个人亲自应体验。拢是你若有欠费时阵，有时你无够额时阵，你一个人的祈祷无法度成的时阵，你毋好袂记得，咱教会有遮尔济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互相来代求，互相来扶持。你若是有需要，规礼拜三暗时拢有祈祷会，你会当将你的需要，咱会当带来到祈祷会，互做阵兄弟替你来祈祷。愿咱会当成做一个祈祷的勇士，将咱每一天对咱透过祈祷，互咱行一条人生的道路。你毋免烦恼，毋免惊惊，因为你手所要做，上帝伊亲自会来完成，要互咱过一生人生。咱搁来唱一遍。我愿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追求你，我要跟你同步勇敢，你要我追求你，为今摆我祈祷，我求着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的
较无欢喜，有人用抗争，有人用罢免，用侪侪的方法，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咱的声，会当做对的决定。总是圣经教是咱讲，咱就要替万人来祈祷，包括君王甲一切在位的。所以，我袂记得祈祷的困难是大的。愿咱替咱的政府、替咱的总统、替咱所有官员来祈祷，互上帝智慧临到因的心上，互上帝眼光临到因的心上，互上帝公义灵敏临到因的心上，互因看见百姓需要，互因做百姓所需要。